韶。少字共6筆：第一不撇，第二不點，第三不提，第四不豎彎勾，第五不撇，第六不點。左右列球。少的字義，古代沾染吉凶時卓龜甲所成的裂紋。卜兆，事物發生前的徵候或跡象。預示、預兆、佳兆。歲說兆豐年。數名，等於百萬，古代指萬億。兆周，電磁波頻率單位，每秒100萬周的頻率為1兆周。成。兆的詞性分類解釋。名詞：龜甲、獸骨等燒灼後所出現的裂紋，古人藉以占卜吉凶。禮記、月令，命大使歸賊，占兆審卦吉凶。漢、鄭玄著，占兆，龜之奏聞也。唐、韓愈復致富，假大龜以示兆兮，求幽精之所勞。事情發生前所顯露的徵候、跡象。預兆、吉兆、不祥之兆。數目詞：億的萬倍。預，一兆、10兆。墳地、墓地。唐、韓愈祭12郎文，吾力能改葬，終葬汝於先人之小。成。於明代有兆元響。動詞：預先顯示。預，歲說兆豐年。形容詞：眾多的。書經，呂刑，一人有慶，兆民賴之。